也若真侪人说厝拢想要说伫社会主体，严过新北市即马有防公规定，管理单位有权会当去封示，而且厝卡是袂使拒绝的。即马就互市议员积极批评讲，安尼敢毋是去侵害民众的权益？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，会去封示是去针对一寡关怀、高风险也有弱势住户，而且嘛讲，即个规定毋是新北市才有，其他所在嘛拢有。国内的社会主体一直起，新北市真侪地区拢已经对外租予别人，但是民众说到厝了后，只要新北市城乡局和当地自导中心有需要，拢有权利来封示主体，禁止说厝的人拒绝。那时候租的时候，我没有听过这件事情，我就已经花钱租了，为什么还不能住？人家问我需要哈，可以配。这项规定是写伫新北市社会主体承租办法的第21条内面，明定封示的5工前用书面先通知，承租人袂当拒绝。若是拄到真逼的状况，阁会当跳过事前通知。对这说客是有2种意见，但是议员质疑讲这侵害到人权啊。我们怕他在里面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行为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需要跟他约定可以访视这样子。执行上还是会跟他们柔性的劝说，会跟他们约时间去看。含伫咧外口说厝，厝主袂当凊彩入来比起来，啥喏社会主体就会当安尼做。新北市城乡局讲，社会主体住户真多元，会当透过封示来关怀高风险和弱势族群。第一线的新北自导中心嘛回应讲，目前嘛是照现行的规范来执行，修法完成了，建议转予社会局来接手需要关怀也是高风险的族群的封示。有囤物症或者是抽烟，或者是一些就是声响扰邻的部分，它有这一条作为一个基础，从社宅的维管或者是经营上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啦。社会主体这项规范并不是新北市才有的，台北、桃园和台中都有正相同的规定。所以妈妈基金会认为讲，社会主体的方式有必要性，但是在执行进程应该加沟通，所以客嘛要加体谅一寡，大家拢退一步，将心比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